可能自家嘅人生因退化，日渐日听通唔得，最里面会连话都讲唔出，像倒床24点钟要有人照顾，侬有可能唔识字呢。不过，初到抢动认真嘅彭义文，使用嘅3年嘅时间，用模组控制电脑，一页被写为14万字字嘅书，按到无人嘅天空。讲伊被骗过后，生活中发生嘅很多事情。伊系一个外国留学嘅钢琴家，里面教人弹琴，培养出几多优秀嘅音乐人才。76岁初到抢动认真，生活做下变系的。伊当然讲下我了，唔对我用介生能好，明年都应该我。好在有亲戚朋友批议，伊抢新兵啊个开业，对钢琴家变做作家，写故事爱鼓励韩国多嘅朋友勇敢面对生命嘅挑战。学堂的钢琴声伫语言度方传出来，本但让谢谢的言语言加以温暖。音符伫琴键上抬跳，弹出满景学堂的旋律。是系亚台钢琴著名的彭义文先生，每弹得出一条又一条好听的琴乐。一直到2006年，彭义文人唔畅快，人生却唔系自己家用的，爱做一项物件就读书读脚。脚骨无力啦，脚无力啦，行路会偏啦，行路会偏啦，行苦落去放起来。放唔起啊！医生讲的是专业名词，他说运动神经元的疾病。那我想说，运动神经元大概就是运动方面大概也比较可能有一些阻力，他没有讲很清楚嘛，后来才讲白了，说是渐冻人。发表前，彭义文是一个钢琴家。在天幕暗夜去欧洲追求梦想，转到台湾过后，专门教音乐，好生的满天下。佢对音乐、对教学都蛮极有出心。从小学琴我俾声音嚟唱盘啊，昨天都喺教我，哔哔哇哇都喺教我，其实我都不都能观念学琴嘅。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很严格的，因为他会用自身，他会就是表现给我们看。然后因为其实印象中每次上课前，如果我就是提早到的话，那都会听到老师在练琴。发表今年，彭义文才46岁，人生事业嘟好发展到轻工产业世界，就连佢今后嘅钢琴同教学没有表态，佢哪有办法接受？故说，佢因那嘢去请先生，冇表态任何治疗的机会。另类疗法的方式在处理，但是外面走了一圈，花了很多钱，花了时间物力还是没有，还是必须妥协。对，所以大家真的是得到这种病，是整个家庭有苦说不出。啊，这个7啊O 2，肚子饿。打了流质的东西，他大概喝一半就会呛一半，那是非常的辛苦，然后身体越来越瘦，他的衣服几乎每个礼拜都改小，改到后来真的是有点像非洲人，那个脸颊都凹下去。5年前，因在去急的有营养不良，彭义文的老公带佢去特别市的联合医院综合研究本线上看。诊断过后，系呢边专门同抢动人安排嘅气象病房，如果专业医疗团队来照顾，彭义文的病情怎有控制到？也是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阿力，一直在退化，
从身体到头部，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他连眼球的转动速度都变慢了。请将双眼移动并注视于黄框中。捐壳有冇主意呢种列下嚟同大家沟通。头摆彭义佛，每次有冇主来控制天咯阿春，我都睇出自家想法。韩國同朋友冇做到同行聯絡，本但當久就冇同人聯絡嘅，每張天天呢在個老人告白。老師他也開始寫書，開始分享他以前的事情，還有他後來發病之後這個過程。我覺得讓我感受到是老師整個人已經變開朗了，他更有勇氣去面對他現在人生當中這樣子的一個課題。哦，喝完咖啡起來跑，哇！隔天我勇敢地來面對，下後彭義活以為笑容。每種係交談術類，聽風度好，睇起到瀟灑。同親戚朋友有了遊戲過後，聽風就唔係像係聽風嘅。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公園。翌日，彭義文嘅阿妹、老太、韓國阿喬搶下來看佢，副康兒嘈減來，滿笑滿冷。當然後嘅佢頭擺老爺媽媽行搞嘅世界各地，也未起來都係滋味。出來唔是講啦，出來日本啦、大陸啦、馬來西亞啦、新加坡啊，那時候出來了吼。原來是喺加拿大啦、挪威啊，喺講埋北極啊，都去過。下班再累我都會過來看。然後就買一些有聲書啊、DVD 啊、音樂劇哦，大概是用這種方式，或是找工讀生念書給他聽。彭義活親見是親難愛嘅嘅，音樂同佢組盤向下歌。無論頭擺形容嘅，仲係高鐵嘅，早做當件事係預定重要位。有位副康兒韓國親戚朋友嘅通下，佢就有想愛繼續行下去的哩。來這邊哈，只要看到他開心，我就開心。看到佢事了，佢盡量下來商量下。那只要生活上得到照顧，我大概就感覺就很放心這樣啦。呀，食功課我做不完啦，冇做完你做唔得啦，要加油啊！